92年全国大专运动会获得男子田径赛总冠军的田径队互动进场。本校男子田径队在林丽娟老师与许丹慧老师的指导下，认真练习，频频在国内各项杯赛中荣获佳绩。目前带领8位副旗队员通过司令台的是本校施工所博士班，同时也是连续2年率领成大获得全国大运会400公尺接力冠军的梁维斌同学。在本校田径队任中成员从国硕班研究生到大一新生都有，在优良传统的支持下，田径队队员语文云武，欢迎喜好田径运动的大同学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共创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巅峰。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校友联络中心主任王永和主任所带领的校友代表。今年校友代表有来自于日本、加拿大、美国、马来西亚、港澳、菲律宾以及高雄校友会、台北校友会、台南校友会、台中校友会等各地成大人陆续的进场。首先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日本远道而来的共木校友会，是由日据时代就已经成立的日本校友会，由校友会5位代表森田昌俊会长、前田正英干事长以及森田诚志先生、丁寿福先生、丁昭乐先生所带领。接下来进场的是马来西亚校友会，领队为马来西亚校友会现任会长江东南先生，以及拿督陈法胜先生，还有前会长汤建华先生、前会长高建鼎先生，还有前会长钟贵龙先生、前会长林隆中先生等82人，是相当盛大的一个校友会。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水利系许泰文教授所带领的第3届中德海岸海洋工程研讨会代表团，由本校前副校长欧善惠教授组织水利及海洋工程学系与新潭水文中心所主办的第3届中德海岸海洋工程研讨会正于本校召开。有来自德国、中国大陆、日本、澳洲、美国、智利等超过60位国外专家学者与会，探讨与海洋、海岸工程相关之议题，借此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日本金泽工业大学以及成功大学学生会所组成的队伍，是由成功大学学生会長李伟国同学所带领。次は日本の金沢工業会開発と NCKU の学生会の友情です。没错，而且它日文念得好深，好硬哦。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方明川副教务长所带领的教务处。教务处是负责全校有关教务综合业务，下设有注册组、教学资讯组、学术服务组、招生组、体育室、师资培育中心、进修推广教育中心等7个单位。接着通过司令台是由柯惠珍学务长所率领的学生事务处，学务处共分为生辅组、军训室、课职组、学辅组、卫保组、生涯发展组、侨外组等7组，由柯学务长带领全处室同仁共同推动逐梦新生定向辅导、校园安全周、烟害防治、成大学生论坛、成大校园天使之爱系列、国际嘉年华、美乐艺术及名人书香讲座、生涯规划等学务特色活动。
可以达成生活在成大，品味人文与科技，追求成长的学务工作目标。接下来进场的是由立德江总务长所带领的总务处。总务处有文书、事务、采购、保管、出纳、慈善等6组及处警队，在本校行政支援上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处内全体同仁在赋予相关职务上，均积极努力以达成工作使命，和学校的教务发展及使用经营上息息相关。接着通过司令台是由黄道瑞研发长所带领的研究发展处。研究发展处于民国80年成立，负责本校之未来规划及学术与建教合作之研究发展。由材料系的黄道瑞教授担任研发长，化工系杨玉明教授担任副研发长，下设有企划组、建教合作组及仪器设备中心等。接下来进场的是由张金才主任所带领的人事室。人事室以服务全校教职员为宗旨，目前由处事圆融的张金才主任领导3个组，共22人。在本校迈向顶尖大学的发展上，以丰富的人事资讯，提供更科学化及人性化的管理，来服务全校的教职员工，为了大家的任免、升迁、考核、训练而努力。接着进场是由李丁进主任所带领的会计室。本校会计室负责办理全校之税计、会计，并兼办统计事项。本校年度预算高达80亿元，分别由4个组负责，预算规模居全国第2位。接下来即将通过司令台的是由谢文生馆长所带领的图书馆同仁。南台湾馆藏量最丰富的图书馆，高度自我期许的工作团队，每年服务的尽管读者超过100万人次。成大图书馆赞啦！接下来进场的是由张克行主任所带领的研究总中心。研究总中心于民国85年7月1日奉教育部核准成立，负责推动校内资源之整合，成立跨院系之研究中心。目前有51个中心，业绩蒸蒸日上。接下来由谢其坤主任带领的计算机与网络中心即将进场。计网中心成立于民国65年，提供高速电脑主机、个人电脑、网络设备等供教学研究，并推动校园电子化，包括高速网络及无线网络之建设与营运、行政电脑化，以提升师生资讯技能与加强本校的竞争力。接下来要进入司令台是由蔡水木教学组长所带领的成大复工。本校附设高工同仁由蔡水木老师的带领，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充分表现出复工团队的特色。目前成大复工设有9科27班，学生825人，几十年来不断在社会教育上奉献心力，培育出无数基层技术人员，教学成果备受期待。接下来即将通过司令台前方的是由张高平院长所带领的文学院。文学院人文思维从这里推动，创意研发从这里起航。文学院由张高平院长所领队，这个团队包含了语文中心中文组、外文组、中文系、外文系、历史学系、艺术研究所、台湾文学系等。接下来进场的是由王维勇主任所带领的中国文学系。中文创系50年，礼乐诗书既圣贤，古典现代经规划，一系两手冲顶尖。凤凰文学声名擘，妙笔生花星火尽，温柔敦厚教子弟，退步原来是向前。接下来即将通过司令台前方的是由王维勇所长所带领的艺术研究所。要更亲近。创所春秋12载，经典理论学门开，兼跨领域立宗旨，社会人文倍关怀，创意年年成特色，师生个个是人才，礼贤楼内藏龙虎，学弟再生许未来。接下来即将通过司令台的是由刘开林系主任所带领的外国语
硕士班文学组、硕士班语言组、硕士专班、大学部共有学生400人，包括13名外籍生。专任教师34人。创系49年，年轻、活力、创意是外文系的精神。那个小朋友表演。外文系今年的阵容也相当浩大，看他们举着旗帜精神洋溢的样子，让我们再次为他们鼓励鼓励。接下来即将通过司令台前方的是由王文霞教授所带领的历史系。历史系创立于民国58年，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在台湾史、中国史与西洋史均有相当的发展。目前在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上，正积极实践前进大陆与国际接轨的目标，希望达到学术国际化的理想。接着进行绕场的是由郑冠教授所带领的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系成立于民国91年，配合同时成立的博士班与民国89年即开设的硕士班，是全国唯一由大学部到博士班齐备的台湾文学学术研究与教学单位。接下来即将通过司令台前方的是语言中心，由张昭平主任所带领，他们来自世界26个国家，由一群优秀的华语教师所教导。这里是目前成大国际化最彻底的地方，并且也是培育未来政经界、学术界的摇篮。今天我们和他们一起分享语言文化的丰富优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群来自远方的朋友。接着进入司令台是由余树珍院长所带领的理学院。理学院现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科等4个学系，以及光电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历年来培育许多优秀人才。今后理学院除继续推进基础科学研究外，并将致力于太空科技、纳米科技等等。接下来出场的是由林牛教授所带领的数学系，数学系由系主任林牛教授所率领，系会干部及大一新生以轻松的步伐通过会场，希望争取最佳的成绩。接下来通过的是由傅永贵主任所带领的物理系。我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的物理人，走在科技的最前端，探索浩瀚的宇宙，走入纳米世界，创造人类文明，展望全新的未来。物理，我们都懂得这些大道理。接下来进场的是光电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由廖一静所。本所成立于民国91年8月，从草创之初学生人数只有硕士班15人，到目前第5年人数迅速成长，已超过了150人。主要研究的重点有光电材料及元件、光资讯、光电技术及声音光电，为目前国内培养光电之人才的摇篮。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曾义文主任所带领的化学系。化学系成立于民国48年，系上研究风气盛行，并备有完善的实验设备，鼓励学生参与实际研究工作，配合国家总体经济建设之需要，培育化学的专业人才。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江威德主任所带领的地球科学系。举凡大家所知，上达天文，下看地理，矿物材料、工程地质，以及生活上所周遭的地震、台风、土石流，都在他们的科学领域当中。而他们就是生活中无所不在、不可或缺的地球科学系。接着通过司令台是由张树琼主任所带领的生命科学与科技学院，还有生命科学系。生命科学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本校生命科学系的创立，就是在培养一群对生命科学有不知热忱的青年，以独创性及卓越性的研究融入国家当前的发展重点，来创造人类的福祉。接下来即将通过司令台前方的是由吴文成院长所带领的工学院。工学院创立于
技人才。接下来进场的是有着庞大的阵容以及无穷的活力的机械系，由张景玉主任所带领。机械系创始于民国20年，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机械系，至今已为台湾工业培育无数之机械人才，毕业之学生已超过1万人，系有成就非凡、共同深刻的策划学系、医学检验生物技术学系。宗旨在培养学生具有医学检验及生物技术之专业能力，并注重对人类生命之关怀，使学生兼具人文与科技的素养。接下来进场的是由陈淑荣老师所带领的护理学系，朝护理系的学生展现温柔、善良、亲切的外在形象，加上知性、活力与热情，看他们踏着充满坚定自信的步伐，让我们一起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是护理界之光啊！接着进入司令台，是由黄英修主任所带领的物理治疗学系。物理治疗分为骨科、神经科、心肺、小儿等4大专科。师资与学生虽少，但是优秀。在黄主任的带领下，小儿美而优的学系能培育出杰出的学生。接下来进场的是由马慧英主任所带领的研究所有硕士班、博士班，历史研究所有硕士班、博士班，还有国际文化。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把 A 的值放到这个 percent 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单纯的写法，就直接把它输出而已。这个是我们上次作业里面作业。常用的格式包含 percent C、percent D、percent LD、percent E、percent F、percent O、percent S、percent U、percent S。这个各种不同的意义应该都要自己注意一下哈。我们用过的 percent C 用过 ,percent D 用过 ,percent E 前面的例子有 ,percent F 前面例子percent O 是我要印8进位 ,percent U 10进位 ,percent X 印16进位。另外，你可以用脱序字眼，这也刚刚才讲过啊，斜线 A、斜线 B、斜线 A、斜线 R。好，再看起来。所以你看，你如果要印出25%的学生来自小康家庭，光要印这一句话，然后水要多少钱？那有点麻烦。当说就是这一对。好，看起来需要想清楚。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打一个斜线双引号，它印出双引号，后面一个斜线双引号，这个斜线用的换，这个 percent D。是在讲这个 number 呢要放进去 ，percent 会印 percent， 所以整个出来就会变成25%的学生来自小康家庭，80%来自小康家庭。这个看懂了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应该就够用啊。再看下一个。这边来告诉大家有可以加上 percent 这个 number 啊 ，percent 多少 D percent 多少。6.2啊，这都是 D 啦啊，或者 F 啦，但是你可以限定它的长度，像 percent 6D 的话，就在聊天了，不要再让我停下来，不要再让我停下来，你再让我听一次啊，我就会要求你们上课的桌子，还有上课你们坐在哪里，我是不是可以跟着来做啊？I know my right。我没有权利要求。我如果在这上面给你们贴上座号，然后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就坐在每一个人格子上，请问你，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是这个课的老师，我有没有这个权利要求你坐在什么地方？我现在给你们的自由度高不高？大概好凶哈！你想要获得那些自由，我也给了你那些自由，你就好好珍惜。因为我给你方便，你就反正拿那个我给你的方便来打击我。你这不是在逼着我要在这给你编号吗？大概编几个特别做，要我这样做是不是？我是在上课还是在管秩序？还是这你们都自己看算了，不要讲，你就来考试，进来就考试就好。长官讲课也不听，这不听的同学以后就来就不要听课，来就到后面去
就开始考试。别人听懂的听了，你们这些都已经懂，你们就不用听。道理都搞不懂，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懂，为什么？总是没办法赢到人家的尊敬。讲人就是犯贱，有些人就是犯贱，搞起来叫我们。你爸爸妈妈一年花那么多钱给你来这边让人家骂，那你以为老师很喜欢骂你？我有事没事骂你们干嘛？叫你说有问题吗？给你时间，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吗？你是像讲半天会解决问题吗？老师，你讲我拢听无。老师，你讲咱做无聊，你搁举手出来讲，迄我拢袂甲你骂。我无聊对无聊，我安怎改进，咱来讨论一下。你不是嘛？在下面骂我骂得要死，我知道吗？我有听到吗？你骂有什么用？那女孩子班女孩子好奇怪，这个班怎么那么奇怪？那男生怎么那么像那种？那表现出来就像那种三姑六婆一样，一点男孩子的样子都没有。我上个礼拜我说我看了一部片，我一直讲这些孩子我都讲一句话：你要赢得人家的尊敬，不是不服输啦，而是不认输啦。那个人讲的非常好，他说做人啊，要服输而不认输。那我们看这些孩子都是一对，大部分都好，就有一些孩子就是认输不服输。什么叫服输？因为电脑就比老师差很多嘛。你有什么不服的？听我的课有什么？你很尊敬的，很用心的听我课，老师我服你，我听你的课，我好好听你，跟你学点东西，就服输嘛。不要认输。老师，我现在电脑虽然不如你，但是我认为我不会输你，我总有一天我会赢过你。这叫服输而不认输嘛。我输人家，我就是输人家，但是只要你不认输，有一天你就会赢过我。这个就会赢得人家尊敬。你们不是啊？有的人就是不服输认输啊。什么叫不服输？啊，我老师写我啊，你操屁啥？啊，你拍篮球敢有我讲？你敢有我引导？奇怪，我在跟你讲电脑，你跟我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你现在在上电脑课吗？现在不是谁电脑最厉害谁就讲话最大声嘛。下次到篮球场去了，要比赛篮球了，我打输你，你就最大声嘛，我就服你啊！我回去好好练啊，练得更厉害来跟你斗啊，而不是你在打篮球很拽的时候，我就讲说，啊，你是咧外搞，啊，你个电脑搞我厉害，奇怪在篮球场我跟你比电脑要创啊。这个道理为什么想不通呢？你既然进来上我的电脑课了，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服我，好好的听课呢？服你会降低你的身份吗？然后认输。啊，这电脑我无法度啦，这我无路用啦。认输而不服输，你看这种男人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样？面目可憎啊，令人厌恶。你就反着想，如果有一个篮球场，我去，你们就打篮球，有你们好的地方，然后这个简老师去那里，然后给几个赛啊，然后篮球打得烂得要死，然后还要装着自己很厉害，然后再讲，你看我的电脑很厉害，所以你到篮球场要尊敬我。这什么话？不过我篮球还打得不错，这个我打过。下次有机会跟我们都过来，好吧？看下一页，不要再让我都知道是谁哈，不要让我把你盯出来了，我不骗你们了，这几个了啊。
老师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呐。我还要跟你们讲，就是说，你看我一会议马上就开始。到任何一个 group 里面去，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让自己消失了。你在一个这种 group 里面，你表现你就是与众不同，我足厉害，我无惊啥，拜托的啦，告诉种人拢告诉人，千斤大拢惊到皮出来。然后还在那边前面讲得很厉害，我看太多了。越是这样的孩子，你要叫到前面，吓得很怕。我告诉你，你只要讲一句话，你只要跟他讲，我不跟你啰嗦，我叫你爸妈，惊到阿三，无一个甲我讲，无你叫啊，我你外歹的，我拢袂甲讲，我安怎我唔免讲，我甲你爸爸妈妈讲，你甲你爸爸，你等下等，我随卡。我马上这上面你们都有你们的电话，我马上发个简讯，请你爸爸妈妈马上来这个地方找我，你就在那边等。你们弱点在哪里，我都很清楚。你外笑着，你搞你老爸头前惊到鸟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如果你敢回去跟你爸爸讲，我今天你教学多厉害，多勇敢，你对讲看卖啊，给老爸来跟我讲。如果不行，那代表你自己都在做一些事情，你自己都觉得很不好，你干嘛要做？搞不清楚，我就想不通，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个课不好好的上，上完就好了吗？明明叫你不要碰电脑，奇怪了，大家都不碰，你就偏要碰。你碰了也就算了，还找旁边人一起来看。当我们是傻子。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了，你一个人影响全部的人啊！只因为我把你留面子，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然后你就开始利用我这个来，那难道我不能够对你做处置？很多事情可以做哈，我在讲很多事情可以做哈。以前这些话我都不愿意太讲了，人不要把自己推到一个你自己都掌握不到的地方去。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当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可能就忍一下就过了，继续讲我的，假装没看见。我可能已经忍到那极限了，我可能就吼一吼骂一骂，现在我可能就讲一讲，就全部人一起讲。你知道我下一秒钟会怎么样？你为什么把自己推到那个你自己都没办法掌握的事情上面去？你自己要掌握得住啊！你把你的命运交到我手上，你做那些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命运交到我手上。你怎么知道我下一秒钟怎么处置？我下一秒钟通知你爸爸，我下一秒钟可以送训导处人，我下一秒钟搞不好就整个柜子拿起来就丢过去。这些都不是我主动挑起来，是你先做一些事情，然后把你的命运就丢在我手上，老师我随你处置了。我就是安尼避免，我就调过违反你那边啦，下一秒钟交给你，看你要安怎，你也知我会安怎，你有那么有把握我会怎样吗？你们真的了解我？你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们知道我每天早上都要吃镇定剂才能够上课的，我今天早上就没吃镇定剂。我刚刚要找药吃，我的背包没带了，你就再继续惹我，我希望你再继续惹我。我们回到这里来看啊。刚刚讲，你今天如果用 %6D 的话，这里会留6格出来，然后靠右对齐。负的 %6D 的话，它会往左边靠过去。6.2代表总共16个，但是这个2代表有2个小数位。6是代表你含小数点算进去，总共有6个。好，这边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说，你自己看，不太细节。这个讲解可能要稍微快一点。这里呢宣告一个变数 i 哈，然后这个等于1、2、3、4，然后我就把它用%8D 的方式